唉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呢集呢啲資料呢，原本係其他網台收翻嚟嘅，咁個真係亂到一鍋粥。我就幫大家呢逐樣執靚晒，你哋呢當八卦故事咁聽下啦，唔好太認真，笑住聽就啱晒啦。事件起因係一條抖音片掀起全村風暴。有個抖音網龍呢跑去河馬鄉下拍片，竟然影到一位婆婆喺度餵雞。村民一睇就話：哇！呢個婆婆咪就係河馬媽咪咯。跟住呢就好似開咗水喉咁啊，同村人爆料爆到停唔到口。我就幫大家呢逐 part 整理，慢慢講俾你聽。第一 part 家庭背景有伏線。河馬唔係孤身一人喎，佢有6個兄弟姊妹，一個哥哥，4個家姐。大家姐嫁咗去農村，但湛江起咗樓，哥哥呢喺湛江開咗間西診所。咁就解釋到啦，點解河馬成日喺湛江出現？原來屋企人喺嗰度。仲有呢，河馬媽媽同新抱夾唔嚟，結果呢被逼返鄉下養雞啊種蔗。大家諗下，佢直播成日食雞食蔗，原來唔係扮農村 feel，係真農村背景嚟噶。第二 part 性格同年齡大揭密。江文話河馬其實1779年出世，屬羊，唔係佢自稱嘅80後。佢仲好迷信，覺得呢食羊肉可以令自己高貴，所以直播呢成日見到羊肉煲啦、炒羊肉啦、羊肚滾，食到好似自己係羊界女王咁。至於性格方面，村民話佢媽媽好惡，鬧人唔使打草稿，開口就嚟。最驚嚇係呢段，話河馬媽咪當年因為老豆出軌，竟然喺診所張床度落咗屎講，結果唔夠幾日呢，河馬老豆就撞車身亡。哇！聽到呢段真係起雞皮疙瘩，唔通河馬升埋佢媽咪嗰度講到啦？第三 part 婚姻同仔女有玄機。據講河馬個仔其實已經20歲，但佢偏偏話得18歲。前夫患癌之後呢，河馬即刻離婚，仲屈人家暴。嗰陣話佢講年份好似玩數學咁，加減乘除睇心情。第四 part 真名之謎終於揭盅。何太一開始自稱叫葉秀玲，但其實真名係葉秀定。點解會爆出嚟？因為有網民打去酒店問，職員話冇葉秀玲呢個人啊。仲有職員補充，有個矮矮肥肥嘅女人係同一個老坑一齊住酒店嘅，嗰個就係葉秀定啦。第五 part 入院風波連環爆。講到河馬入院，江文話係唔易係病，係避風頭。據阿滿透露唔下講，因為佢自己講嘅。話河馬試過逃院，結果俾2個男看護一人拖一隻腳拖翻床上，係就好啦，拖多10幾個圈，拖到冇反應先放馬上床。河馬一路拍地咬地發脾氣，醫護呢就話佢情緒失控，要打針，要轉速復醫。但最奇怪係6兄弟全部唔出聲，大家姐喺湛江起咗樓，哥哥去診所，其他家姐各有生活，但全部靜到出奇。